家好，我係浸信會永隆中學嘅學生盧文燕。而家我會介紹我嘅發明——旅行防盜小盒子。隨住香港旅遊業不斷發展，香港市民旅遊亦非常普遍，但係住宿安全始終係旅客最大嘅擔憂。而我嘅發明源於我同家人旅行嘅時候嘅經驗，怕有人入屋，但你自己瞓着咗唔知道，所以希望打咗一個可以令旅客喺其他地方都可以瞓得安心嘅防護裝置。旅行防盜小盒子嘅原理係透過超聲波距離感應器，當有人打開房門令擋板移開，小盒子就會即刻發出嗶嗶嘅聲音，又喺同時啟動盒頂上邊嘅攝錄機功能，拍下賊人嘅外貌，存檔作記錄。亦會喺同時運用物聯網嘅概念，透過互聯網發送訊息到使用者及其他家人嘅手機上邊，以及社交平台，發出警號信號，通知有賊入屋，尋求多方面嘅協助。我對於將旅行防盜小盒子推出市面非常有信心，因為物聯網晶片、距離感應器同埋 3D 打印外殼等材料量產嘅話，硬件成本可以控制喺200蚊港幣之內，售價可以控制喺400蚊港幣之內，價格非常相宜。另外，而家市場上嘅防盜裝置大多都係居家使用或者商業使用，完全忽略咗經常轉換住宿地點嘅旅客呢個龐大嘅群體。佢哋需要嘅係一個可以隨身攜帶、隨時即插即用嘅流動防盜裝置。而旅行防盜小盒子精準地咁樣針對咗呢個未能滿足嘅市場。